Hello，大家好啊！又係我策局達人，歡迎大家嚟到我頻道。每逢聖誕咧，或者係年尾咧，有好多嘅公司咧都會係搞一啲 event 咧，係嚟咧係即係賺錢啦咁樣。咁啊，姜濤咧就喺聖誕嘅檔期咧，就有一個咧係個人嘅演唱會，大家知啦，Lava。咁咧就喺12月嘅18號至21號嘅，原本只係唱4場。咁啊喺世博Arena 館，咁啊佢嘅門票啊一公佈發售啊，短短2個鐘頭佢就已經全部賣晒，哇犀利啦！咁為咗要答謝呢個歌迷嘅呢個熱情，再加開3場，咁咧就喺12月嘅17號，同埋咧係12月嘅23同24咧加多呢3場，咁總共咧就係7場啊！哇，犀利啦！咁所以咧喺一個咁大嘅14,000座位嘅場館咁咧就可以咧係2個鐘頭就將4場嘅飛賣晒，而家再加多3場，咁咧總共7場嘅個人演唱會。咁所以你會睇到咧姜濤嘅吸引力係幾咁犀利咧。咁同一個場館Arena 嗰度咧，咁佢嘅隊友Anson Lo 咧，亦都開演唱會喎。不過呢個咧就不同皮啦。點解咧？因為佢咧就安排喺12月嘅6、7、8、9咁4場嘅本來。咁佢自己咧又認為可以再多一場，咁又喺10號又加多場，咁總共唱5場喎。咁咧又係喺呢個14,000人嘅場館啦。咁點知道咧嘅門票開售之後咧，一直都滯銷啊！咁咧就變咗咧暴龍飛啊！咁咧有啲飛咧聽講話仲要咧係送嘅，冇戴咁大個頭就唔好學人戴咁大頂帽啊！如果唔係有咁上下嘅實力同埋呢一個號召力咧，就千祈唔好亂咁加場，咁免得自己咧係吃力不討好啊！仲加要肉酸酸咁咧，要揾啲黑布嚟冚住啲吉位咁咧變咗咧係即係做唔到個氣勢咧，仲俾人笑到面黃啊！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就踢爆MakerVille點解咧俾姜濤喺聖誕期間咧可以個人開演唱會啦？咁咧就大家有冇發覺姜濤嗰個個人演唱會嗰個籌備咧，好似俾人嘅感覺係好倉促嘅。咁姜濤咧喺10月尾嘅時候咧，先至咧係透露佢喺12月嘅時候會開個人嘅演唱會，而官宣亦都係差唔多喺10月28號嘅時候咧，先正式宣布咧姜濤咧係會開個人嘅 show 嘅。咁大型嘅演唱會咧，咁遲先宣布咧，我覺得係會即係比較兒戲啊。好啦，相對嚟講咧，Anson Lo 嘅個人演唱會咧，其實一早已經咧係安排咗俾佢嘅。點解咧？因為喺大半年前Anson Lo喺一個公開嘅場合接受記者訪問嘅時候咧，佢已經一早咧係透露佢喺12月嘅時候會開個人演唱會。嗱，我冇屈佢㗎，我已經特登咧係 cap 咗個圖就係4月9號嗰個圖咧，佢喺接受記者嘅訪問嘅時候咧就話：哎呀，我會喺12月咧開個人演唱會我咧而家咧開始已經操機㗎啦，練歌啦，要做足準備啦，我會露嘢㗎。咁記者問：咁喺邊度搞喺邊度開 show 咁Anson Lo 咧就懶風騷，咁咧就問佢哋嘅公司嘅人咧就話：係講唔講得㗎？唔講得㗎？跟住咧佢話：地點唔近咯，即係點即係大嶼山咯，最唔近就係大嶼山啦，唔通喺沙頭角咩？咁所以世博呢個場館根本咧喺大半年前已經 book 好咗，咁咧係幫佢咧係準備開 show 嘅。但係當時我相信係完全冇咧
係意思係俾阿姜濤唱嘅嚇，咁所以啊公司咧真係好偏心嚇，咁但係點解後來公司又決定俾阿姜濤嚟唱呢個聖誕檔期咧？咁大家都知道啦，姜濤一出啊，一定會賣個滿堂紅噶嘛。咁所以咧 MakerVille 啊喺下半年嘅時候咧，都睇到，咦公司嘅業績咧勢色唔對喎，唔係太理想喎。咁於是咧，佢哋嘅高層咧就喺度考慮啦。如果要做得好好睇睇咧，不如都係俾翻姜濤嚟唱啦。咁咧就收翻個滿堂紅，做翻好嘅成績。咁咧可以向老細交代啊嘛。咁於是咧，佢哋咧就決定咧姜濤都可以咧喺世博嗰度咧開個人演唱會。不過呢個決定我相信係非常之遲嘅。咁所以咧係搞到咧係成10月尾嘅時候咧先係正式官宣咧姜濤係開 show 嘅嚇。咁所以個真正動機咧，其實就係攞姜濤嚟咧去救亡啊！咁希望咧係可以做得好好睇睇。仲有一樣嘢就係點解安排係 Anson Lo 唱先，姜濤唱壓軸咧？大家都明啦。如果姜濤唱先即係話喺12月頭唱先咁樣Anson Lo係月尾嘅時候唱，有鬼人去睇咩？一個咧係爆到滿堂紅七彩咁樣，而一個咧就冷冷清清，真係好難睇啊嘛。調轉 Anson Lo 唱先咧就冇咁肉酸啦到最後姜濤先至咧係壓軸。咁咧相比之下，公司嘅業績又好似咧係即係有翻啲交代，連唱7場喎姜濤。好，最後補充一樣嘢就係啟德嗰個係體育園佢嘅容納嘅觀眾嘅數量咧係可以去到5萬人，而世博咧嗰個嘅 Arena 場館係14000，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如果姜濤喺啟德體育園嗰度唱2場咧，就等於喺世博係唱7場。咁你話啦，如果要姜濤要唱2次就可以收到呢個效果，咁使乜咁辛苦要唱7場咁我希望下次姜濤如果開個人演唱會嘅時候就一早就要 book 定個啟德嘅體育園我相信姜濤一定會啦，喺嗰啲飛一定會一早就會賣晒。好，今次你哋覺得我講得啱唔啱歡迎大家喺下邊留言一齊討論多謝各位收睇，下次再見，拜拜。